一军亮相的一个机会。快一点的话，哇哟，150了。大师兄吐了一下舌头，哇，球全部都直球，这也都经过。哇，林志胜这时候遭到王云普的3振啊，职棒生涯的第1次3振。王云普上来之后表现让大家眼睛为之一亮。哇，这个球我觉得应该林志胜有点出乎他的意料之外，他认为说可能会来一个硬碰硬的这个将近接近150公里的速球跟他对决哦。6、72局的话哈，那哇，陈子豪上来第1球出棒，球打的其实也蛮远的，最后是遭到了郑凯文的接杀。这半局王云普完成了职棒生涯1军的初登板，投了1次3振，也被2位的打者上垒，但没有失分。